第二章，过14年，我甲巴拿巴搁上去耶路撒冷，搁带提多三甲去。我是奉启示上去，将我伫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，对兄弟陈述，却是加这后对遐个有名望的人讲的。惊了我现在或是从前空空奔跑，总是甲我三甲去的提多，虽然是希利尼人，也无勉强伊受割礼，因为有偷偷入来的假兄弟，私下偷看阮伫基督耶稣内面的自由，要叫阮做奴仆。阮就是一刻仔久的功夫，也无用量顺福音，为要互福音的真理悠远伫恁的中间。到伫遐个有名望的，不论伊是何等人，拢甲我无干。上帝无用外貌处人，遐个有名望的，并无有加添我什么，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，互未受割礼的人，拄亲像托彼得传福音，互遐个受割礼的人，遐个感动彼得，叫伊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搁知影所赐互我的恩典，迄个称作教会条职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向我甲巴拿巴用正手行相交的礼，叫阮去外邦人迄位，因去受割礼的人迄位，只是愿意阮纪念送向人，这也是阮本来热心去行的。后来基法到安提阿，因为伊有通责备的所在，我就当面指断伊。对雅各遐来的人，未教的大声，伊甲外邦人三甲食饭，教伫因来，伊因为惊奉割礼的人，就摕去甲外邦人隔开，其余的犹太人也拢缀着伊装假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迄装假，总是我一个看见因行的无正，甲福音的真理无合，就伫众人面前对基法讲：你既然是犹太人，若缀外邦人行事，无趁犹太人行事，怎样搁勉强外邦人缀犹太人呢？阮这个生来是犹太人的，毋是外邦人的罪人。既然知影人称义，毋是因为行律法，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。连阮也信耶稣基督，互阮因为信基督称义，无因为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若有血气的，无一个人行律法称义。咱若求伫基督内称义，却照旧是罪人。检视基督是互人犯罪吗？断断毋是。阮素来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家己是犯罪的人。我因为律法，就向律法死了，互我通向上帝活地。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地无过是我，就是基督伫我内面来活，并且我现今伫肉身活地，是因为信上帝的囝来活。伊是疼我，为我放杀家己。我无废弃上帝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就基督是空空死了。